接下来呢，这位了不得，来自英雄的故乡，他来自德格，是一个地道的藏族康巴汉子，被誉为藏区的流行小天王。今天他将用歌声来表达那些在外漂泊的游子们的心声，他们心中那份寻找美好家园的愿望，以及对家乡亲人的留恋的情感，都将在他的歌声当中传递。大家好，我是根嘎，我是一名歌手。这次藏歌会第一场主题是家乡，我选了一首歌，为了唱好它，我一定要回老家看一看。我的家乡是英雄格萨瓦的故乡，这里有神洁的雪山，这里有美丽的草原。喂，阿爸，站起来嘞！已经1年多没有回家了，一回家我爸爸给我做糌粑，妈妈给我打酥油茶。我非常喜欢给爸爸一起去河边散步，跟他聊天。你现在音乐的道路上还是有一点点瓶颈，但是不要骄傲，爸爸永远支持你，加油！嘎比兰宁一种同绿洲的香巴珍秀，这都点被没了，这比人一懦弱，卡完巴比对了，去拯救我马诺。罗森罗吉吉娜，兄弟相伴加油。嘎比兰宁一种同绿洲的香巴珍秀，这都点被没了，这比人一懦弱，卡完巴比对了，去拯救我马诺。兄弟相伴加油！谢谢，谢谢根哥。如果刚才不是通过 VCR，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你是来自藏区的一个小伙子。对啊，这个你看哈，我们这个录影棚哈也挺亮的。这个摘下眼镜，让我们大家看看你帅气的容貌，好不好？这个。
不行啊，不行。为什么？这是你的一个标志吗？就像那个咱们那大导演王家卫一样，是吗？有秘密，有秘密，对，有秘密。对，这个眼镜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呢？算了，不难为耿嘎了，因为了解耿嘎的人都知道，他其实还是一个非常腼腆的小伙子哈。对，耿嘎在藏区，年轻人特别喜欢。谢谢。今天耿嘎的这首歌呢，又一次把我带回家。我希望我也经常去回家看我自己的家乡，包括我自己的父母、兄弟姐妹。所以说谢谢耿嘎今天。谢谢老哥。我还是有点紧张，说实话，因为那个灯光一打起来，我们一般都在草原上唱歌，最后的一个节奏啊，还有气息啊，很多方面都没有处理好。